透過學校課程、教學資源同埋學生活動等，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同埋正面態度，提高佢哋反欺凌意識。咁如果佢同你道歉嘅話，你會唔會接受啊？喺呢間中學嘅學生，正係透過角色扮演，學習成為和諧大使。學校認為欺凌大多源於未化解嘅矛盾同埋衝突，希望學生自己可以成為調解紛爭嘅第一道防線。有時啦，啲同學仔啦，未必話可以即刻咧向老師啦反映到自己嘅感受啊或者諗法啦。咁我哋可以融入佢哋，了解佢哋情況啦。咁我覺得可能做咗呢個朋輩調解之後，就冇咁再驚衝突呢樣嘢咯。你發生咗衝突之後點樣處理係好重要咯，即係大家一定要講翻清楚，咁化解翻個誤會咁樣。其實我覺得衝突冇咁可怕咯。朋輩調解課程啦，令到我係更好咁樣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同需求咯。雙方都會其實睇法都會有唔一樣啦，要自己去判斷邊啲係帶有個人情緒嘅咯，所以要攞翻個較為理性嘅事實出嚟咯。學校自2008年起定期舉辦活動、遊戲同埋聚會，俾學生喺互動當中學習管理情緒、處理衝突。高年級學生更加會擔任關懷夥伴，主動照顧低年級嘅同學，將和諧嘅種子喺校內傳遞。佢係我哋校園裏面最前線嘅守護者啦，會係，因為佢哋係同輩嘅關係啦，即係都同學仔願意同佢哋講多啲啊，想營造翻一個華校園嘅氛圍俾佢哋，等佢哋覺得學校係一個溫暖嘅地方，佢哋可以放心喺度翻學啊，同其他人做朋友啊，呢度有信任嘅老師，有信任嘅社工，係幫到佢哋手嘅。咁如果你同你同學嘈交嗰陣咧，你會有啲咩情緒啊？睇先。好，你會生氣嘅。如果係因為啲可能好小事爭執咧，你會點樣去解決呢個情緒啊？揾另外一個朋友幫手。同朋友鬧交唔開心，之後又好似冇人明白咁樣，就揾師兄師姐咯。都因為透過師兄師姐調解之下都和好翻。啱啱嚟到新學校，好多地方都唔熟悉，又冇朋友，所以會好驚咯。師兄師姐會分成我哋幾組去傾偈咯，佢哋會幫我哋咯。預防勝於治療，因為當嗰件事未發生嘅時候，你已經將佢降溫咗嘅話，你就唔會引起之後一連串嘅問題，需要處理嘅嘢亦都會較少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咁我哋全校參與嘅話，大家都喺未發生啲更大件事嘅衝突之前，就已經將佢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嘅話，咁其實個個都會開開心心喺學校裏面一個生活咯，會。要杜絕校園欺凌，唔能夠只係靠事後處理，由預防開始，建立和諧融洽嘅校園，先至能夠真正從根源解決問題。